OK, listen and gentlemen，歡迎嚟到粵夜講電台。今日呢個故仔係來自一名粉絲小熱姐嘅投稿。咁為咗方便，我哋用小澤嚟稱呼佢。佢話呢一段係埋喺佢記憶深處多年嘅經歷，完全真實，入邊冇鬼，但係帶俾佢嘅恐懼呢，係比任何一個鬼故事都更加難忘嘅。事情係要從佢小學1、2年級嗰陣時講起嘅。嗰日係世界無煙日，班主任呢安排咗一節禁煙主題班會。教室嘅燈一關，窗簾一拉，成個房間呢就暗咗落嚟，只剩低投影儀打出嚟嗰盞白色嘅光。全班幾十個小朋友安安靜靜咁坐喺度，咁就一齊睇嗰套禁煙警示嘅 PPT。前10幾頁呢都好常規嘅，無非就係嗰啲黑咗嘅肺啊，俾啲煙油染黃嘅牙齒啦，潰爛紅腫嘅口腔啦，呢啲畫面都係令人覺得核突，但係冇感覺到驚嗰種啦。但係到個 PPT 翻到某一頁嗰陣時，個教室啊安靜晒，所有人嘅呼吸都不由自主咁樣放輕咗，每個人都呆晒喎。佢哋睇到啲咩呢？係一張以慘白冷光為主色調嘅照片，背景呢係一間空蕩蕩嘅病房，房間入邊企住、坐住、瞓住4、5個人形嘅物體啊！佢哋從頭到隻腳，俾厚實嘅醫用繃帶一圈一圈咁樣裹得好實嘅，一寸皮膚都冇露出嚟啊！就連個頭部啊，都係俾綁成嗰種筆直嘅圓柱形，好似嗰啲宇航員封閉式嗰種頭盔啊，冇五官嘅，都冇罅，乜嘢都睇唔到。小澤話隔咗10幾年，到而家佢都仲記得其中3句繃帶人嗰種樣同埋位置。喺靠窗嘅座椅上邊，端端正正咁坐住一個啦，身形啊仲係筆直嘅、僵硬嘅。中間呢就擺住一張輪椅，上邊度坐住另外一個繃帶人，睇上去呢就喐唔到嘅。咁最入邊靠牆嗰個病床上邊呢，係瞓住第3個繃帶人，都係無法自主活動嘅。其餘嘅繃帶人呢，就喺個病房嘅角落頭，喺嗰個慘白嘅光線入邊啦。成個畫面呢好壓抑，令到小澤睇咗覺得唞唔過氣嘅。一個小學1、2年級嘅細路仔，邊度睇得明嗰啲圖背後嗰啲隱喻啊？佢唔明白嗰啲圖片想表達嘅係香煙係會一點點咁樣禁錮一個人，摧毀一個人。當時嘅佢哋睇完之後，只有本能嘅覺得一股刺骨嘅寒意。小澤坐喺個座位上邊，個後背啊係一陣一陣咁樣有涼意啊，根本係唔敢長時間咁望住個屏幕。好啦，嗰場班會結束之後，佢話呢張畫面係影響咗佢好耐好耐。之後嘅6·1兒童節啦，本身係開心嘅日子，佢都係覺得好驚好驚。喺後尾好長嘅一段時間入邊，只要係睇到繃帶啊、圓柱形嘅嘢、封閉式嘅頭盔，佢都會下意識咁樣心慌。佢話呢啲實在係細個時留低嘅童年陰影啊。小澤話佢大個之後，偶爾咧諗起呢啲事嗰陣時，就會上網去搜索呢啲圖片。佢話揾晒啲圖庫啊，嗰啲懷舊論壇啊，早年嗰啲教育 PPT 資源站啊，都揾唔到任何一頁係同佢細個時睇到嘅有關嘅。只有極少數同埋佢一樣喺廣東讀書嘅網友啦，喺嗰啲冷門嗰啲禁煙帖子下邊，係有少少留言，係話佢細個時老師都放過一模一樣嘅 PPT。除此之外，全網係冇任何一張圖片，就好似呢套早年嘅警示課件呢，係已經俾全網統一落架咗，清乾淨晒。直到2年前，小澤都仲係覺得係一段細個時俾嚇到嘅童年陰影，過咗去就算啦。但係喺2年前，佢發咗一個夢，夢入邊佢同佢嘅朋友係去咗一個廢棄嘅遊樂場。設施咧都生晒鏽嘅，人好少啊。但係唔知點解
佢哋行住行住就分開咗。小澤一個人行得越嚟越偏啦，不知不覺係嚟到一個睇起身好似禮堂嘅建築面前。門廊係好高嘅，入邊嘅光線係暗嘅。佢推開個大門行入去，啱行到轉角嘅位置咧，突然間睇到一樣嘢，就係當年 PPT 入邊滿身繃帶嘅人，就企喺唔遠嘅地方。嗰個繃帶人像係小澤記憶入邊嗰個樣，全身啊係俾啲繃帶包得實一實嘅，一樣係冇五官，睇唔到塊面。個頭咧就似一個唔光滑嘅圓柱體，姿勢好僵硬，用好細好細嘅腳步往小澤嘅方向直直咁樣行過去。雖然個繃帶人腳步細，但係個速度特別快喎，唔係正常行路嘅速度喎，唔係跑，而係嗰種好詭異嗰種小碎步，跟住幾乎係一瞬間就貼到咗小澤嘅面前。佢話佢感覺到嗰種壓迫感啊，好似成個禮堂嘅空氣都變沉咗，壓到小澤佢係唞唔過氣嘅。跟住就喺個繃帶人快要電到小澤嗰一刻，小澤嚇醒咗。醒咗之後，佢個心跳跳得好快，成個人都唔好啦。呢一日佢都心神不寧，總覺得個畫面好真實，真實到唔似係發夢啊！明明過咗去咁多年，佢平時咧都好少刻意咁樣去諗翻呢個 PPT 嘅，但係嗰日晚上佢就清清楚楚咁樣出現咗喺佢嘅夢入邊。直到而家，小澤話佢都唔知個夢究竟意味住乜嘢啊！可能係細個時嘅童年陰影壓得太耐，突然間就飆咗出嚟，亦有可能係嗰啲照片俾佢嘅印象太深，深到連佢自己都意識唔到，係深埋喺佢記憶嘅某一個角落入邊。從嗰次之後，佢啊只要睇到白色嘅繃帶、圓柱形嘅嘢，或者喺光線好白、好空曠嘅房間，佢就會下意識咁樣覺得好唔舒服。最後小澤話嗰張 PPT 入邊呢係冇鬼嘅，都冇啲恐怖嘅情節啦，但係帶俾佢嘅感覺係比佢聽到任何一個鬼故事都更加令佢難忘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分享到呢度。各位廣東嘅網友，你哋細個時有冇睇到過咁樣嘅 PPT 呢？歡迎喺評論區講出嚟，投稿人都會睇到嘅。OK，多謝各位。